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今仔日会当代表中岛大道团队来甲大家分享阮的见证。今年阮的家庭经历着主极大的带领甲稳定。特别伫买厝即件代志顶悬，所以今仔日要甲大家来分享阮买厝的过程。伫今年1月份开始，因为阮甲阮先生对香港搬转来台湾，已经差不多要3冬，所以阮就开始敲找要来买厝。迄个时阵，阮嘛有伫小组内底来请阮的小组员来为阮买厝的计划来祈祷。上时嘛，伫迄个时阵，逐礼拜的拜六、拜日，阮会安排时间来看厝。一路看，看到6月，差不多看要半冬。实在是真忝，嘛是无看到介意的厝啦。所以迄个时阵，我就想起教会有大道卡会当来填写。迄个时阵我还未加入中保大道的即个团队，所以我对中保大道其实认识是真少。只知影讲，若是有需要，就会当来写咱的大道卡。所以迄个时阵，我伫6月的时阵，就写阮第1张大道卡，来为着阮买厝来祈祷。我还会记得，我伫大道卡顶悬，我有写讲，希望阮当买着一间差不多700万左右的厝。希望即个厝会当伫东区，希望会当是有电梯的，嘛希望会当近教会。我写4个条件。所以阮就伫6月份的时阵，阮就将即个大道卡投入去教会的大道上内底。差不多到7月中的时阵，有一天我就收到阮小组有一个姊妹，伊将一间厝的资料打互我看。伊讲，恩惠即间厝应该是你会当参考看卖因为即间厝看起来真适合你的家庭。我一点开即间厝，我就感觉足奇怪。因为即间厝我伫网络顶悬，无共个平台顶悬，我看过上少有10届，就是即间厝伫我的案件前出现过10届，但是我拢无敢当想要来看即间厝，所以我就感觉足奇怪，是安怎阮的姊妹甲我推介即间厝。迄个时阵我嘛透过小组长的介绍，知影咱教会的建伟兄弟，就是迄落小组的建伟兄弟，伊本身是做中介的服务。所以，阮就甲建伟联络，甲伊请教买厝的问题。迄个时阵嘛，请因来看，带阮来看即间厝。7月13号，就是拜六的早起，阮就甲建伟做伙来看即间厝。一到迄间厝的楼骹，阮就发现讲，即间厝，伊是足近东区，伊嘛是一间有电梯的大楼。伊的介绍嘛是伫阮的有算的内底。上重要的是伊足近教会，5分钟尔，足近教会。所以，阮一看了，迄个拜六的早起一看了，阮就甲建伟参详要来出价来看即间厝。伫拜六的下晡，阮就将资料拢准备好势，来请建伟来送出去。伫迄个时阵，阮嘛也甲建伟咧参详，建伟嘛有甲阮建议讲，一定要为即件代志来祈祷。所以，阮嘛是伫迄暗，我甲阮先生，阮就做伙祈祷，来求主，互阮一个紧的回答。阮知影即间厝敢是伊所批办互阮的，因为看厝足了时间，若是即间袂当，咱就爱看第2间安尼。所以，阮祈祷了后，原本想讲应该差不多爱2-3礼拜才会有进一步的消息。但是伫第2天，也就是7月14号下晡的时阵。阮的小组聚会了后，我就收到建伟的通知，伊讲恩惠有一个好消息，即间厝出租要签互你。阮收到即个消息了后，讲主啊，哪会遮紧？敢若1天尔。我甲你讲足紧，但是应该无遮紧吧？是安怎甲1天就互阮答复啦？所以迄个时阵，阮非常的欢喜，知影讲出租要签互阮。建伟嘛甲阮讲，其实上奇妙的伫后壁。我讲是啥物代志？伊讲其实即间厝有第2组人客在看，即组人客因出来介绍，甲阮是共款，伊嘛看2届，所以其实伫迄个过程当中，当阮出价的时阵，即组人客应该会加价，但是足奇妙的，即组人客因无伫预算的时间内底来加价，所以厝主非常紧，就决定要将即间厝签互阮。所以对看厝，
到签约，到上尾啊，咱甲厝主见面，总共3天，阮就完成规个买厝的过程。所以真正哈利路亚，感谢主哦！咱伫即个写单据卡的过程了，完足紧就完成阮的买厝的计划。啊，刷落来，阮就开始走贷款的流程。啊，大家嘛知影今年的贷款非常困难哦，因为限奶令的关系哦，所以贷款足困难。所以我伫8月份的时阵，我就写第2张贷单卡，啊，为着阮贷款的代志来祈祷，希望咱会当紧紧贷款落来，当有一个好的成数，好的利息。啊，伫8月份开始，我嘛甲大师来开始准备遮个资料。啊，伫即个中间，我嘛是有收到大师的通知讲，可能需要加保人的资料，所以我嘛是有开始敲找备办保人的资料。啊，原本想讲资料送出去了后，可能需要1、2个月，银行才会贷款落来。但是感谢主，阮伫2礼拜中间，阮就完成所有的贷款的过程。银行嘛甲阮通知，小姐，你的资料阮拢已经看过啊。你毋免加保人，所以我会当伫足紧的时间完成毋使保人的贷款的资料，而且我嘛有贷到真好的成数，以及真好的利息。所以透过这2届的中保贷倒的贷倒卡，我真正是看到主伫阮的买厝的过程当中，做极大的稳定甲大领。嘛，长时间迄个时阵，我还未加入中保贷倒的团队。嘛，因为安尼，我伫8月份，我就加入中保贷倒的团队。啊，讲起来，我嘛是上主产的动工啦，算是第1期的动工。但是真欢喜，慈宝老师邀请我起来讲即个见证。嘛，长时间来邀请，若是你有需要，请你毋通客气。啊，伫咱教会1楼，拢有贷倒卡，会当来填写。啊，咱拿色的就是咱的教会的事工的贷倒卡，啊，若黄色的，就是一般较紧急的贷倒卡。若是有需要，请你一定爱填写，咱的主会听咱的祈祷。若是你的祈祷有应允，主有听你的呼求，请你一定爱填写咱的应允卡。应允卡非常重要，伊对咱贷倒团队是足大的帮助。咱看到应允卡，会搁较有信心，来为着大家来祈祷。贷倒团队是非常重要，耶和华的军队。嘛，请你若是有感动，弟兄姊妹，咱会当来加入中保贷倒的事工。啊，咱伫1楼拢有时间表，若是你有时间，1礼拜1点钟的时间，咱会当加入即个团队。伫即个团队内底，你会当甲主建立更亲密的关系，为着弟兄姊妹的需要来贷倒。感谢大家。